交通部公路总局宣布，国道客运17年无起过票价，已经无法符合业者的营运需求。即阵是同意业者会当小可起票价，上济是起6%左右。那举例台北甲高雄4排座位的车型，上济是起7块左右；3排座位的车型，上济起36块。民众坐客运若是用 T-Pass 通勤月票，就不会受影响。不少人挂大包小包行李到台北转运站，是要趁周末假期出佚佗，或者是回乡。听到各路客运特别起票价，民众反应拢无同。毕竟现在人各种都在涨啊，我觉得适当的调整是应该的。记得从以前那个票价就一直在涨了，然后如果还要再涨的话，就可能会蛮影响到返乡的那个频率的。交通部公路局表示，国道客运基本票价已经17年无调整过，过去核定18项成本基础甲运价水准已经无符合社会现况甲营运需求，所以同意业者票价应小可起价，相关起的幅度是6.46%。不过 T-Pass 通勤月票继续维持不变，毋是 T-Pass 月票使用的人由政府补贴起的幅度1/3。举例来讲，台北到高雄161路线，4排位上悬起7块，3排位上悬起36块。透过这一次的一个调整，可以合理的反映业者的一个营运成本哈，那同时来改善整体的一个经营环境。我初步算一下，像台北基隆或台北桃园，类似这样4排座的通勤路线，但实际上的涨幅大概应该也不过1块2块钱啦。公路局强调，基本运价调整了后，业者应伫上限内底，看营运需求调整票价。各业者因为市场机制也无一定会调整，不过后续若调整的需求，按照定数提报公路局备查，公告1礼拜了后，就应正式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